祈唔好再攞香港嗰一套思維嚟到大陸買樓，90%嘅人都會中晒伏，唔係冇配套就係冇價值。得閒咧，你可以嚟中山西區呢一個地方了解一下，之後你會發現呢度簡直就係寶藏地區啊！單價最平1萬蚊，你就可以攞低市中心呢一套精裝嘅現樓現證樓盤啦，簡單咧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啦。而家睇嘅呢一套咧就係90平方嘅精緻3房2廳戶型啦，景觀亦都係十分之開揚噶。最緊要嘅係樓下呢一度咧步行可以去到周圍嘅4大商圈啦，下邊就係1+1超市同埋麥當勞啦。仲有4個直通巴士車站包圍住我哋啊！步行咧就可以去到國際酒店、交通大廈啦。最平咧30蚊，你就可以去到深圳啦。睇返你嘅心情，想去邊度坐就去邊度坐啊！而且呢一度咧亦都係美食之都啊！一日午餐咧都可以同你安排到明明白白啊！喺呢一個位置最平單價1萬蚊，可以攞低咁樣嘅精裝3房單位，首期15萬左右，月供3000零蚊。如果你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記得留言 send 你詳細資料。